今日嘅影片，我想同大家分享5大秘訣，教你點樣用正確嘅方式降低同埋調節膽固醇，幫身體自然平衡。好多人呢一聽到膽固醇高就嚇親，即刻諗住要將佢壓低。但係其實每個人體內需要嘅膽固醇量都唔一樣，盲目降低可能係錯誤嘅方向。單單食藥去降膽固醇，例如利用他汀類藥物嚟降膽固醇嘅話，實際上係直接阻止肝臟生產膽固醇嘅機制，但係同時呢可能會帶嚟副作用，例如認知能力下降、肌肉疼痛，甚至影響肝臟嘅健康，因為佢同時間會阻止其他嘅機制。仲有呢份報告指出，他汀類藥物係無法降低細而密集嘅 LDL， 即是話呢，雖然膽固醇總數降低，但係真正危險嘅細而密集嘅 LDL 呢冇改變。呢種情況會令到大家產生一種錯誤嘅安全感，以為膽固醇水平正常就唔使擔心。但係事實上呢，有研究顯示，大約70%心臟病發嘅患者，佢哋嘅膽固醇水平其實喺正常嘅範圍入邊。其實 LDL 膽固醇可以分為2種模式，大而蓬鬆嘅 LDL Pattern A， 佢哋係比較唔容易氧化嘅，同埋細而密集嘅 LDL Pattern B， 呢種 LDL 容易被氧化，引起發炎，會對血管造成更大嘅傷害。所以兩個人可以有一樣嘅 LDL 水平，但係佢哋嘅 LDL 顆粒同埋模式可以好唔同。所以我要分享點樣俾身體產生多啲大而蓬鬆嘅 LDL， 同時減少同埋降低容易被氧化嘅細而密集嘅 LDL 膽固醇。咁第一呢，就係護肝，膽固醇係由肝臟負責調節，而我哋飲食中攝取嘅膽固醇對血液膽固醇水平嘅影響其實好微，因為大約80% 嘅膽固醇係由肝臟產生嘅。當你食多啲膽固醇，身體就會自行減少生產；食少啲，身體就會產生多啲。呢個係身體自我平衡嘅機制。要有健康嘅膽固醇水平，首先要確保肝臟健康，要養好肝臟。記住以下幾點：規律睡眠，晚上11點到凌晨3點係肝膽經最旺盛嘅時間。一定要瞓覺，唔好捱夜，仲有少飲酒啦，減少對肝臟嘅負擔，同埋補充護肝嘅保健品，例如 Milk Thistle 可以幫助保護肝臟。我特別推薦一款用冷凍乾燥技術製作嘅保健品，天然又高效。第二，養好腸道菌群。新興研究發現呢，腸道菌群對調節膽固醇非常重要。有啲腸道細菌可以將結合型膽汁酸分解為自由型膽汁酸，而呢啲自由型膽汁酸呢會被排出體外。由於膽汁酸係由肝臟用膽固醇製造嘅，所以排走更多自由型膽汁酸呢，可以幫助減少體內嘅膽固醇水平。仲有腸道菌群仲可以將膽固醇轉化為其他物質，從而降低膽固醇，同時產生斷鏈脂肪酸，進一步減少膽固醇合成。其實腸道菌群仲有好多唔同嘅機制，可以全面幫助調節我哋嘅膽固醇水平。所以想養好腸道菌群，我哋需要多食蔬菜水果同埋天然化合食品，例如酸菜、泡菜等。佢哋含嘅纖維唔單止可以同膽固醇結合，然後將膽固醇同身體排出，仲有呢啲纖維係腸道菌群嘅食糧，可以養好你嘅腸道菌群。你亦都可以考慮一啲益生元嘅保健品嚟進一步提升腸道健康。第三呢，減少真正嘅壞膽固醇。正如頭先提到嘅他汀類藥物，只係降膽固醇數值，但係無法降低細而密集嘅 LDL， 嗰個先係真正嘅壞膽固醇，唔係單單 LDL。之前嘅影片都有提過植物固醇，又係淨係降膽固醇數值，但係反而提高咗心臟病嘅風險。呢啲食物可以幫你減少容易被氧化嘅細而密集嘅 LDL， 亦都有助於調節身體嘅膽固醇水平。例如特級初榨橄欖油、薑黃、牛油果、堅果，例如杏仁同埋核桃。Omega-3魚油、蛋，尤其係蛋，近年嘅研究已經證實，食蛋可以增加 LDL 顆粒嘅大細，提升好嘅 HDL， 同時幫助維持健康嘅 LDL 同 HDL 嘅比例。第四，抗發炎、減氧化壓力。慢性發炎係引起膽固醇問題嘅大兇手。當身體持續發炎，血管會受損，膽固醇就湧出嚟補窿。更加危險嘅係，發炎仲會令到膽固醇氧化，最終導致血管硬化同埋阻塞。所以我哋要減少身體嘅發炎反應。以下係幾個簡單又實用嘅抗炎方法：多食抗氧化食物，例如藍莓、綠茶、薑黃；減少高糖、高加工食品；定時運動；減壓；保持心情愉快。更詳細嘅你可以睇呢個影片，又俾你10大抗發炎嘅方法。第5呢，就係維他命 B3。維他命 B3 又稱為煙酸 Nicotinic acid。研究顯示，維他命 B3 可以提升 HDL， 降低 LDL， 同埋有利地將細而密集嘅 LDL轉化為大而蓬鬆嘅 LDL。但需要注意呢，煙酸可能會引起短暫嘅潮紅，同埋搞到你皮膚好痕。
不過你可以試下用持續釋放型嘅煙酸嚟減輕呢啲症狀。呢個保健品未必適合所有人，仲有呢個點樣都係保健品，唔係必要。如果你嘅飲食同生活方式令到你一直產生容易氧化嘅細而密集嘅 LDL， 咁你食幾多維他命 B3 效果都係有限。所以記住先做好以上4個秘訣，然後再考慮維他命 B3。所有嘅產品連結我會擺喺影片下邊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咗5個改善膽固醇嘅秘訣：護肝、養腸道、減少容易氧化嘅 LDL、抗發炎同埋維他命 B3。記住，唔係單單降低膽固醇，而係要幫身體平衡調節，咁先係健康。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呢個影片有幫到你嘅話，麻煩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俾身邊嘅人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